兄弟姊妹平安，新年恭喜！啊，大家看到牧师今仔日安那？哇，咱就大欢喜的日子哦，哈！今仔日就是咱主耶稣主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就要来欢喜来唱歌哦，请咱来起立好无？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子，咱伫遮就爱来快乐欢喜哦。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所定着的日。咱要伫一日，咱要伫一日来快乐欢喜，来快乐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要伫一日来快乐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来，咱搁一遍哦。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所定着的日。咱要来一日，咱要来一日来快乐欢喜，来快乐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要伫一日来快乐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偌欢喜咧，就是看咱对上帝有偌认捌咯吼。咱来看上帝安那，伊的话安那讲哦，来请，阮的上帝，大愿感谢你，称赞你荣耀的名。我要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用丰盛的恩典对待我，主应该受称赞。伊日日为咱的担。伊就是救咱的上帝，哇！咱的主实在是对咱足好哈，伊知咱有真济时阵哈，咱会做毋对的决定哈，即马可能拄好咧受苦哈，咧承担迄个代价哈，主甲咱讲。有恩典，好无？咱来学了咱的主哦，嘛到伊的面前恳求主来赦免咱的罪过哦，好，来1、2、3，来，咱开嘴来学了，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美，主啊，你将一切美好来互阮，特别是伫大自然中间，主啊，阮看见阮所呼吸会开，主啊，阮看到这树木，阮看到真济这真水花，特别你也互阮有这个五谷互阮会当食后清，主，这是你的恩典，总是主，阮有当时也是感觉无美好，主啊，恳求你赦免阮，实在是阮是一个罪人，主啊，你应允阮，阮也认阮的罪，你要赦免阮的罪，要除去阮一切不义，主，阮感谢俄罗你，互阮有定心的机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俄罗你，你是主爱，你是信实，你是关联，主啊，你是对过去、现在、甲将来。主啊，你一直甲阮伫地，你是以马内利的主，阮感谢你，你真清知阮的人的心哈。有真济时阵，阮的自私、自利，阮的自义，感觉家己才是对的造成足济冲突。主，恳求你赦免，主啊，恳求你也互阮真知，主，你有赦罪之恩，互人知你就是阮的主。主，阮感谢你，恳求你诚做阮随时敬拜阿罗的主，阮的一生要来敬拜阿罗你。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们请坐。咱的主真关心你，哇！伊毋是干那关心尔，伊够大能哦，会来解决，关心咱所欠缺、无完全。咱知影，咱一生真济，特别是伫2002年这个旧历，咱年伫要过的时阵，咱发现咱有足济真爱药，也是咱迄个关过袂过的，咱的主要带领咱过。伊关心咱的身躯，伊关心咱的婚姻、咱的产业。事业嘛关心咱的学业伫咱人际的关系，伊嘛关心。有道关联会当来带领咱，互咱每一日
拢会当荣耀上帝，会当对人有帮助。伊要祝福你，你若有需要即几方面是我无摕到的，你会当起立。然后咱的牧者咱同工会去你的边仔为你来祈祷。其他咧，你若感觉讲我要甲主单独来会主，我紧你就坐伫位哦吼。咱凭着信心来甲主的面前哦。你若有需要，请你起立哦。咱的牧者是咱的同工要来为你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实在是听阮的，主啊，你知阮真济时阵，主啊，阮伫迄个无平安中间，主，阮需要主你来亲亲扶持甲带领，主啊，你知阮伫你的面前所来说，主啊，阮的遮的心内身躯痛疼的所在，主你真知影，主你听见阮的祈祷。因为主，你是要保护、保守阮的，你是这位听阮祈祷的主。主，阮感谢你，阮伫你的面前，主，阮勇敢，阮无惊，因为主，阮要照你的旨意来恳求。主啊，你要听见阮的祈祷，主，阮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主你的圣所，阮要奉主你的圣名。主，你知阮内心真济讲袂出嘴的，也是甚至阮家己都毋知影阮是安怎，总是你知，而且主，你有恩典，你要扶持带领，你有大权能，你是全知，你全甲阮斗阵，因为你是以马内利，你有大权能，互阮要度过这困难。尤其是病痛、病毒，伫这个世代，这恶者，主啊，恳求你拯救，因为你应允，你每一句话拢要带来平安，带来喜乐，要赏赐好囝仔倚靠你的人。主，阮决定要倚靠，要跟对你。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为着主日，就是咱要来到上帝面前来祈祷，请咱来读上帝话，请恁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各伫一家买饼，用欢喜心心做伙啉食，颂赞上帝，各得到众人欢喜接纳。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对宝座有声出来讲，所有上帝的仆人，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无论卑贱尊贵，拢着称赞咱的上帝。咱要来为着教会同工来祈祷正正，咱要为着咱家己灵命成长，来到上帝面前，诚做甲主有好的关系。为着今仔日得中宣教事工经费甲同工，求主来供应、带领、保守。咱下晡嘛有真济，除了业务这即个个别的礼拜，咱嘛有阿加贝儿童的一个领袖小组、志工干部会议、医疗咨询个小年夜团圆，咱的青年咱的结束伫下晡嘛4点半伫个直播，咱嘛有迦南之声即个现场直播的抽奖这样的事工其实最主要是要荣耀咱的主咱有真济小组今仔要为着张富春张老即区的小组长加组员拢伫遮，咱要为因来祈祷透过每一天的读经生命得到更新，嘛祝福因家庭，祝福因的需要，特别是教会中间的服侍全方位的全方位的咱的主知因的需要，刚好咱起立咱要来为主日来陪伴咱的心，嘛为着主的教会，咱来祈祷。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阿罗你，主啊，你知胜利，主你的力，主啊，阮分别做圣来到伫这个所在，主啊，愿阮的性命全灵、全心、全意，会当献上你的面前。主互阮知，主若毋是你为阮死，主啊，阮就无今仔日。
主啊，阮就要来为你来活。主啊，恳求你来更新阮的性命，伫教会中间。主啊，阮会当来彼此来关心，来服侍，特别为着一个富春长老这区，主啊，因今仔要来服侍你。主啊，恳求你透过因的服侍，主啊，互因搁一遍知影，主阮活地意义在伫你。主，阮感谢阿罗你，阮也要用主你的祈祷文，阮要斗阵安尼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全地就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咱要常常来学乐耶和华，囡仔住伫主内面的，拢着学乐伊的性命，唔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因为伊是全能者，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上帝。阿免。这时，咱要用欢喜的心来学乐耶和华，咱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对主来喜乐是咱的快乐，咱的力量。我的心要学乐耶和华，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风陪伴我，不管日子如何，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带着阮袂离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收拾予我大项教养，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跟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心要学乐耶和华，因为时阵拢陪伴我，不管出日落雨，也是忧伤快乐，伊拢照顾我无离。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带着阮要你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收拾予我大项教养，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跟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要唱歌，学乐感谢，伊带着阮要你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收拾予我大项教养，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跟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要大声。我要大声唱歌，学乐感谢，伊带着阮要恁到你甲我，伊是我的救主，我的君王，伊要收拾予我大项教养，我心要学乐耶和华，伊陪我跳舞跟唱歌，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我愿意军队，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我主上帝。哈利路亚！感谢咱用掌声将这荣耀归乎天顶的阿爸父上帝，哈利路亚！感谢请坐，上帝听咱伫伊面前虔诚诚意的祈祷，咱就敬畏耶和华，虔诚实意来服侍伊，敬拜伊，学乐归荣耀伊的名。完全心地加敬
也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专心全意学落伊，我专心伫这敬拜上帝。全心全意行落天顶的路，完全心伫这敬拜上帝，学落伊荣耀到万世。我全心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专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专心全意学落伊。我专心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专心敬拜，我专心敬拜伊，我也双手敬拜伊，我要学落伊大尊名，我专心敬拜伊，伊名值得尊崇，我要专心全意学落伊。若是咱的人生有通搁选择一摆，咱是要选择一生拢平安顺遂，也是有大风大影，也毋过有神者甲咱做伙。咱的人生难免拢有困难甲挑战，也毋过主耶稣甲咱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独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亲爱兄弟，咱毋免惊，因为耶稣伫遮。风雨无论遐大，总是山海燕搁较向面。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咱会惊吓，是因为咱唔捌，也是唔相信耶稣，是对未知正常有的反应。伫迄时，耶稣讲：“恁放心，是我，唔免惊。”
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无煞。海燕搁较向美，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要花的灯火伊无拍熄。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叫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叫主帮咱，互咱人生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叫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叫主帮咱，互咱人生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叫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叫主帮咱，互咱人生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叫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叫主帮咱，互咱人生会再起。听阮的阿爸，阮感谢俄罗你。伫农历年的上尾一个主日，当阮唱着这首歌，阮心内有真侪的感觉，想起真侪伫风影中的代志，人生中的生、老、病、死，拢伫2022年旧年伫要过去。主啊，阮回想起这个，阮就满心感谢俄罗你，因为主你应阮讲，你教阮伫地毋免惊，你一直教阮讲毋免惊，毋免惊，因为你知阮真惊，阮真惊，阮真惊。主，阮感谢你，你恩典满满，就是阮伫咧苦难中间，主你无放手。伫阮人生伫个遐无法度行落去的时阵，主你教阮斗阵行。伫世上的人看袂起阮的时阵，主你要阮额头往你，因为你是互阮会当额头往你，追求你。主因为你一直拢伫地。虽然阮人会袂记你，虽然阮人找家己的办法。总是主，你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讲，你是阮的牧者，阮无欠缺一项。世上的人讲啊，你一无所有啦，总是主，你搁讲一遍甲阮讲，阮是一无所缺，无一项欠缺的。因为你是阮的牧者，甚至你伫阮敌人的面前为阮摆设宴席，你互阮的福杯满出来。阮一生一世要踮伫主你的厝内，你的圣殿的内面，阮要来敬拜俄罗你，阮献上阮的感谢俄罗，阮安尼恳求，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咱三甲来唱这首歌，请起立，为着美丽的地名。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阮伫天灵的爸上帝，阮要感谢你，阿罗你，你是掌管宇宙万物、大权能的上帝。你赏赐温暖的天气，互阮心心灵得到舒适；你也赏赐寒冷的天气，互万物拢照你的时间来富裕生长。阮也感谢你，赏赐互阮主耶稣代替阮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互阮甲上帝过好，诚侪上帝国的子民，伫今生有盼望，伫将来有永生。遮尔大的奥秘，就是你伫肉身显现，互圣神称义，互天使看见，互使徒传到外邦，互世间人信服，互上帝接去伫荣耀的内面。圣神，阮也感谢你，你诚做阮及时的帮助，引带阮每一工的思想行做，带领阮照着主的心意来到主的面前祈祷，求主帮助阮有清气的心，也有勇壮的心灵。求主特别施恩伫新德中会的宣教事工，因为你引带阮组织，毋仅是要互阮互相得到鼓励，你也意爱阮将你的福音来讲传。求主你帮助，每一个办理的人有对主你的来的智慧，来将你的福音来宣扬。主，阮也特别为着朴文兄、阿母姐因的亲人，求主你引带因，互因伫毋甘的心内面，对你来的盼望，引带因伫新的一年，搁较有气力来跑走头前的路。主，阮即时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主你陪伴阮的心，互阮有会当听的耳孔，会当领受的心，互主你的话亲像两面的剑，
试察阮的心，互阮来跟对主你的旨意来行。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3篇就是诗篇第2篇。启用文第3篇，列国是安怎做啥事？地上的君王得败阵，统治者斗阵计无。因讲，咱来讲喙，压制咱的胆。上主坐伫天顶伫笑，伊受气，甲因警告。一声，伊讲：伫我的圣山锡安，我已经设立所竞选的做王。君王讲：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对我求，我要将列国，互你做领土。你要用王的铁管，甲因讲喙。见君王啊，着谨慎，着用敬畏服侍上主，才免伊起圣地，互恁伫路中灭亡。一声，找上主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即是请第3区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有主牵阮的手。
咱做伙来攻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3章7节到15节。耶稣，请看荧幕，互咱做伙来读第7节。亚哈随罗王第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哈曼命令人抽波尼，就是抽签，决定要害犹太人的日期，守到12月，就是阿达月。哈曼对亚哈随罗王讲：伫你统治的王国，有一个民族分散伫达省人民的中间徛起，因的律例甲其他民族无共款，嘛无遵守王的法令，所以若用允因，对王无利益。王若看做妥当，请下令甲因消灭。我愿意捐银34万公斤，交予负责财政的人，收入王的府库。王就把伊的手指，予犹太人来对敌阿加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王甲哈曼讲：这个银赐予你，迄个民族嘛交予你，照你的意思办因。正月13，王的书记奉命，照哈曼的指示，用达省的文字、达民族的语言行文，予王的人臣、达省的省长，甲达族的领袖。这个诏书用亚哈随罗王的名义，甲王的手指印颁布。送文书的将诏书送到全国达省，命令将犹太人对少年到老婴仔、妇人人，伫12月，就是阿达月13日，一日内，甲因杀死，完全消灭，搁抢因的财产。诏书的抄本送予达省，对全国人民宣布，予因准备听候迄日。送文书的照王的命令，真紧就出发。诏书伫苏珊城公布，全城拢起混乱。迄时，王甲哈曼坐底啉酒。以上，请本堂老应验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危险注意。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大家看到牧师今仔日安怎？先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哈！咱看到红就感觉安那，哇，心大欢喜哈，敢若是喜事对吧哈？兄弟姊妹，咱敢知影？你有感觉牧师这色，互你想到啥物？哎，红又配什么？啊是安那？还有，你在开车路上会看到什么？红绿灯啊！请问红绿灯安怎来？是安怎要选红色，不爱选蓝色，不爱选紫色，不爱选干嘛色？啊，对比色，红色的不会透视，远远看就看得到是红色。所以兄弟姊妹，若是危险是爱啥物色？啊，所以无输意思，今仔日真啊危险。这是对倒位来的想法呢？咱若去 Google 查就知影。红青灯伫个一个19世纪的时阵，伫个一个英国中部有一个乡村，哈，因安那分做讲已经结婚的妇人人，也是还未结婚的，因为圣经讲咱袂当安那，袂当犯啥物奸淫，对无？所以妇人人爱真重要我若已经结婚的，甲无结婚的，我穿的色爱无共
请问亲像牧师一般的吼，是爱穿红色的，还是青色？足歹势，哪较拄好有人穿青色的啊啦？这无讨好的吼。啊，牧师一般的爱穿红色啊、青色的，那结婚甲无结婚了呢？若是已经亲像我是妇人人，我已经结婚，爱穿啥物色？红色的，打危险。我足危险的，请唔好换，唔好换哈。已经结婚的妇人人，请你唔通换，这是互咱一个提醒。若是你还未结婚，你爱穿啥物色？所以咱才有穿青色的吼。即马已经不适用现代啊。这个想法，红绿灯是对这个来的。今仔咱经文拄则有读哦，已经打，对无？你要去用台大细细，哦，台语的比华语的搁较触目惊心吼，哇，危险！啊，咱是要注意危险，还是要注意要拯救咱脱离迄个危险的主？倒一个是前注意危险，你就一直看红的，然后就足侪人甲我讲啊呐，今仔厝长讲无输新的吼，好啦，新的嘛是好啦安尼吼，技术伊实在是要讲足歹看的啦，这是我要减肥以前买新搭，因为我毋捌穿过，因为我买了后就变散了。你看这个版，连钱都无透起来哦，搁一束一模一样青色的，是安那安尼？就是浪费钱啦！兄弟姐妹，咱有安尼无？根本都无需要，买一模一样都不同颜色，就这样，这就是我。打。希望咱过年的期间的时阵，咱拢会当注意危险，总是危险了后，陷落伫迄个危险要去互灭族后，咱爱注意上帝的拯救。对啊，咱唱的诗歌，咱毋好干那注意红的。咱来注意什么？上帝的拯救，生命生的，咱三个来祈祷。阿爸，阮感谢你，阮透过历史，阮实在是真感谢，因为有真济时阵，阮是做毋对的决定。阮想要安怎开钱就安怎开钱，阮想要安怎做，阮就安怎做。甚至阮有当时搁较歹，就是阮讲是主你的心意，阮感谢你的美意。主啊，恳求你赦免阮，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光照阮，互阮真知影，阮一个人实在是真济自私自利，佮家己感觉是对，自以为是。主恳求你光照阮，互阮知影毋对，会当悔改，会当归往伫主。恳求你怜悯下，互阮听到你的话，阮会当照安尼去行。会当真做一个下主你心意的人，互阮真正是一生行伫主你的道路中间。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来看今仔日的经文，这个实在是一个历史，因为牧师爱小可来讲一下咱有看到今仔日是甲艺术帖，咱也对旧年艺术啦，其实是有关系的艺术帖的历史背景伫什么所在呢？咱爱对大必王开始讲起。大必王伊是一个主看做下主心意的王，伊的囝号做啥物文？所罗门嘛真有智慧，总是伊甲晚年的时阵呐，打，带足济啥？带足济某而且伊的某是外邦的，甲迄个外邦的神带入来。了后所罗门的囝呐。就是啥物道啊，所以本来伊的囝了后的国，咱有想到啥物国无？无一个完整的吼。12个支派内面，10个支派伫个啥物北国，2个支派伫个南国，而且因感觉讲，即个圣殿伫个南国，北国10个支派就心啊呐，就惊啦吼。圣殿伫个南国，阮无圣殿哦，看袂到的吼，就来做一个啥物？看会到的来来拜，得罪上帝，上帝就甲因管教，透过先知讲：恁来悔改，有改无？有悔有改无？敢若有悔无改啦？
上帝就预言透过先知以赛亚嘛，以赛亚书嘛来预言讲安那有一个强国亚述要安那亚述要家己灭亡。这个预言有应验无？有，真正北国真紧就向一个灭国。伫灭国了后，咱知即个亚述国吼，因就是心肝伊啥物拍算咧？我即马甲你即个毁灭，即个10个支派上帝的子民吼，伊用啥物方式？伊用互恁通婚，互恁扬去啊，互恁无顺啊。哦，咱知遮扬去无顺的，遮北国遮的尾啊，变成拢住伫遐，甲人通婚，甲耶稣的时代，因互做啥物会？撒玛利亚人。哇，就是因连遐都无连迄个经过因都无爱啦，因感觉安那无顺垃圾。这就是上帝应验伊所讲的。总是咱想伫南国这2个支派，因敢有较好？小可淡薄较好啦，因为因安那有悔改归变，总是嘛是还阁得罪上帝，所以上帝安那是管教。毋是处罚因哦，安那管教因，透过耶利米先知讲安那，恁要去互掠去，啥物国？亚述吗？亚述国吗？真歹势，亚述早就安那拗倒，所以这地上敢有永远的国？无，亚述国较安那强，无永远的国。亚述去向打败，对，巴比伦甲。会到了，有一个预言讲，巴比伦要甲伊南国的毁灭。耶利米书是安尼讲哦，伊讲我要互你一个又大又难的事。耶利米书有吗？什么事？竟然是歹消息的。我给你又大又难的事，告诉你歹消息，讲国家要被灭亡。咱若对照即马，若有人甲你讲台湾5年以来要安尼，你大概用怕。就是这个意思。歹消息总是耶和华上帝讲，歹消息后壁有一个什么福音大好的消息，就是恁去互掠去遐70年，总是恁要安那70年了后，要互恁转去恁家己的故乡，要搁甲圣殿来甲起起来。这个代志有应验无？有哦，咱有听到以斯拉对无？哈，真正应验。请问是巴比伦应验这个国家吗？毋是哦，巴比伦这个国家搁安那拗倒啊！你看国甲国，你搁安那强啦？咱的主若无英文吼，你拢免讲。所以亚述要互巴比伦拗倒啊！请问，这个过来巴比伦去上界引导？一般人讲波斯，其实它更正确一点，应该讲什么？马代。所以你会看到圣经定定7、4字放到顶，或者啥物会？波斯马代，其实就是正经讲起来是马代，但是因为伊甲波斯2个国合，所以因就变成一个国，叫做波斯马代。所以伊安那就想讲，这个国王甲亚述国无共哦。伊安那想，伊想讲我吼，咱敢知这个波斯马代吼是一个足少年的国，20年竟然就起来的国。伊也蛮惊呢，我哪个去有大家围攻的安那，所以他有一个想法，恁这个民族恁拢转去甲恁的庙啦，去甲恁的寺啦，去甲恁的圣殿拢起起来啦，拜托恁转去敬拜恁的神叫恁的神甲我安那祝福。兄弟姊妹，咱想起来是干那这个王想的，实际是啥物人掌管？上帝因为早都有讲啊。早就已经预言你们会被抓，但是我要保守你们。恁要回去，恁要搁回去家己的圣殿。所以咱旧年读以斯拉的时阵，因有回去无？有喏，真正回去，分做3遍。咱读过头1遍是啥物人带？嘛是一个官对无？啥物人带去？对，所罗巴伯真正带。请问有无师傅讲带回去的名单有偌济人？会记得袂？实在是5万呐，兄弟姊妹，5万的人回去，
圣殿要起，甲圣殿起起来。请问伫巴比伦遮大汉的，伫波斯的大汉出世大汉70年嘛吼，出世大汉的，请问偌济人？又看卖好无？有真的有奖哦，你若又对吼，应该来甲牧师摕奖品加币1包好无吼？啊，偌济人？要要无？100万。因伫巴比伦无转去，选择原因是啥物？历史学家讲2个可能。头一个就是因足善的，因为因转去嘛无家己的地，还佫旅会。第二个原因是啥物？因足好呀。上帝稳定真奇妙，透过互因本来拢咧饲羊嘛，所以伊足侪比如讲牧羊人嘛，吼。养为生，总是因即马去甲人的国家无土地，对无？无土地，请问伊要安怎去做？要安怎种作？要安怎牧羊？因做啥物？因甲巴比伦学啥物？做生意。咱有看到犹太人对即个真歹的环境，对即个人看做是无好的，竟然有一个反转的机会，互因开始学着啥物？甲巴比伦的人学啥物？做生意啊，做甲足好。按照历史学家的统计，这100几万人伫个巴比伦，因生意做甲足好诶，甚至好到安那会当去宫里做啥物？做官。咱今仔日的经文读到末底改，末底改就是没得改吗？是啦。咱一个人若是无按照上帝的旨意，真正没得改。咱若是按照当礼拜有无书，咱开始读，第1月开始读，一个会介绍以斯帖，咱就知影。末底改伊家己无转去，无对第一批的人转去无打紧哦。伊阁叫伊的养女以斯帖，等于讲伊堂妹嘛吼，讲安那，嘘，袂使讲啥物。咱是啥物人？台湾人吗？毋是，咱是啥物人？咱是犹太人，咱是属上帝以色列人，咱是犹太人。唔好讲哦，嘘！请问，没得改这末底改，伊家己有讲伊的身份无？无。今仔咱读的经文的正经，咱就发现，其实一直拢无讲。请问你若无讲，你会去食着人拜拜的物件无？人会叫你拜，你会拜袂？人做足侪代志，你会犯罪袂？佫一个哦，以斯帖伊的堂妹，伊的养女。是毋是嘛？无讲伊是啥？伊是啥物民族？所以伊再去用选嘛，选做入宫了后，要做啥物？王后，伊若是当初有讲，伊敢有可能？无可能。安尼伊选择无讲，请问有得罪上帝吗？伊是毋是会无讲伊的身份？中间伊就爱甲大家同流合污，是毋是？是，总是今仔日经文的头前讲到，伊伫个伊工作所在，伫个宫廷的头前，没得改的这个末底改的遐时阵，伊阁知影一个消息，第2章后壁讲安那，哎呀，伊的堂妹去做王后了，有人要暗杀这个王对无？啊，伊就去报啊，报了后，请问。经文有讲，这个没得改，伊的职务有改吗？因为伊合作没得改，所以职务也没改。伊无升官，总是今仔经文第3章一开始就上升官。哈曼，真奇妙哦！你就知，伫历史中间，上帝安那来作为，互末得改无没得改的末底改有机会知影伊家己毋对。无够诚实，所以伊伫个门口看到有王有规定，若看到哈曼爱安那爱甲拜。其实这个历史学家讲，其实毋是真的宗教的拜，这是因的礼貌礼仪。总是末底改今仔日安那，哪想哪去，心内有足侪安那。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对听到遮来，咱就发现人甲人中间的冲突，国甲国的中间的冲突。伫2022年上有名的冲突是啥物？俄罗斯打啥物？
打乌克兰，本来两个是兄弟仔哦，总是是安那会，即今仔日变甲足侪人死亡，实际毋是咱看的表面安尼，实际伊有内面结构性的。简单来讲，就是民主甲专制。兄弟姊妹，咱若是一个人，人跟人的冲突尔，这一当解决。总是咱若无限上纲去甲主义、民族主义，去甲什么主义，咱都没得解。所以咱要足注意的，伫过年的中间，咱想一下，咱伫过年中间，哪有定定厝的来安尼哦？毋是拍拍手，安那吵架。本来干那一个原因，甲即马咱拢无见面，当。本来是两个查某人的代志，厨房的代志，也是两个人囡仔甲囡仔的代志，创甲安那，大家无欢喜，就是你甲一个人的冲突已经升级到无限上纲，变成什么什么什么主义，互有足侪人入来。兄弟姊妹，咱和平好不好？好，但是你如果加上2个字“和平主义”，就怎样？打。民主好不好？好，民主你若加上主义，就怎样？打。刚好，咱每一个咧面对选择的时阵，咱爱看到正经内面的原因，咱唔通干那看到表面，咱爱注意上帝即马咧做的事。咱今仔日看到艺术帖3章，敢若看到即个莫迪改、梅德改，伊一直即个世代敢若伊梅德改，总是咱的主袂去互伊挡掉的。咱的主搁咧做大事，咧做新的事，咱就是可能做毋对代志，袂影响上帝的拯救。阿免吗？咱真济时阵，咱会做毋对代志，总是咱的主，伊有缘咧做拯救，咧做新的代志。所以咱爱注意的是上帝拯救，毋是注意伫红色的打危险尔。咱爱注意是咱额头主危险。咱爱注意，总是咱更较爱额头注意的是即位上帝，特别是即个是历史的上帝。当咱若想到搁较远的时阵，有真济代志，咱就改了，咱就袂遐尼生气，咱袂遐尼艰苦，咱就袂遐尼想要安那掌权。看我袂顺眼，就阵仔甲规个家族的、家庭的拢抓进来一起征战，大家都毋知要安那回袂完啦。咱来想看下，咱家族中间，拢是因为安尼，不认输啦。我讲的才对啦。所以咱是毋是来明白，咱真实是发生什么代志？其实这个危险，打，拢是伫个你看到表面下骹的问题。有无书看来看去，一直甲我说讲，我甲你讲吼，你今领衫的问题是伫个倒，你知无？有人知无？是安那要遐大领？我有讲嘛，我搁另外一领一模一样是青色的哦，拢有捌穿哦。迄个钱吼，标签那个我才甲加起来尔。是安那买这领遮大领？冰山下的问题，我拢无欣赏。这可能超过我比即马较大箍20公斤，迄阵买买也就愈来愈瘦。我真做一个提醒，兄弟姊妹，咱毋通干那看表面，咱毋通干那看打，咱爱看即位上帝，看拯救咱的上帝。咱就来看哦，即个梅德改，伊安那，伊就是选择伊无回去。那按照即个时间表，人已经回去5万个人，总是伊是遐无回去的100万人之中的一个。所以当然，伊伫无互人知伊什么人的时阵，有一天人一直甲催，哇！那经文咱今无读啊，一直甲问讲：你是安那无爱照王的意思？你是安无爱照王的意思？你是安无爱照王的意思？这个时阵，伊怎安那讲出来？讲安那？哎呦，我就是迄落啦！咱有这个经验无？明明讲说，嘘，不要讲，嘘，保守秘密。但是有一天啦，动没掉对吧？
就讲了，对不对？讲了以后就怎样啊？讲了以后大代志就打就大条啊！是安那？是安那？一个人一个对一个会变成一个人要灭整个民族，这样的大条就是咱都要讲的。一个人的事情变成无限上纲，就安那哇没得没完了，都无法度啊！这条代志真麻烦啦。咱知哈曼是啥物人？雅甲族人。雅甲族人是啥物人？头一遍出现的，就是啥物？摩西伫山顶征战有无？手拿去，都赢着哦。甲谁拍？啊，阁有上近的，咱敢知即个末底改伊是啥物支派？便雅悯。便雅悯上近的有一个大人物哦，或者啥物？扫罗王。扫罗王伊得罪上帝，是甲一个战争有关系，甲谁拍？亚玛力人。所以其实讲起来，就是讲上当初恁爸爸甲恁妈妈安怎吼，恁阿公恁拢搬出来啊啦，就是世仇。所以兄弟姊妹，有当时咱人甲人中间，实在是毋免安尼呢，好不好？单纯的，你跟我哪里讲清楚，讲事件就好，不用讲翻一大堆。唔免，因也无说甲大家拜托，要过年期间，咱大家欢欢喜喜。有冲突，一定的，因为大家足久无斗阵的，总是咱唔通阁甲遐摕来留，咱唔通阁假斗阵，亲像哈曼安尼。哇，伊杀一个无够，伊要杀规个民族拢总要杀死，伊用伊的办法。啥物办法？又阁有一个，这就是安尼啊，这咱就是联盟啊。咱家族也一样，我们会联盟，我们会一起来。我跟你站在一边的，敢咱卖安尼敢好？代志再单纯，今仔日代志变甲安尼，就是这个亚哈水虎王，咱若一直看落去，就是知影讲这个王啊啦，耳孔听，耳孔真轻，无主见，啊个安那，啊个伊其实是要安讲伊。伊虽然国真大，伊虽然迄个时阵是全胜，总是伊去拍雅典的时阵，希腊的时阵输了，伊阵啊开始就沉沦这个美色。咱若看经文真细腻，咱来甲看，伊娶了、封了、封了，以数贴了后，伊过来，伊搁做啥物？第二次选美哦，伫第二章的后壁遐。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国王实在是有伊这个毋是遐尼好势的所在，特别是啥物所在？咱阁会记哩一项代志哦。咱会记哩所罗巴伯转去起圣殿的时阵，想哦，想旧年10月11日时，起到一半，一个王人去甲伊斗，讲安那这个民族就想要独立啦。所以这毋通阁继续起。王看讲好，停，请问圣殿就无阁起对无？这个王，一个王？哎呀，伊的囝嘛，有人讲就是亚哈水鲁王。这个历史中说，你有感觉讲，伊会当甲遮的人民的性命甲钱放到伫，咱就知。打。伫历史中间有遮尔济人暗算，要暗算咱的，咱要安那？伫即个世代有遮尔恶毒，咱要安那会当平安行过？注意啥物？咱的冰山有上帝会听，互咱来融化。然后后边继续搁看哦，一个没得改，伊尾也真正改了。本来伊拢无爱讲，伊是啥？有一天袂堪要气啊吼，感觉遮尔傲慢的哈曼哦，怎啊讲我想哇，全世界拢知，而且甚至被因的族要去用灭了后，伊开始安那悔改。伊公布伊的身份了后，咱后边就要讲，伊尾啊要叫伊的客查某囝
伊术贴王号出来，对无？咱进食又开始有作为无？就是悔改。兄弟姊妹，咱可能会甲一个共款，甲莫迪改共款。咱可能过去也是现在，咱有足侪代志，咱可能抑阁无法度足成熟的，咱抑阁无法度长大成熟。总是咱的主知影咱即马是啥物坎站，他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刻度在哪里，伊愿意用态度调整咱。最主要是爱咱知，咱要想起上帝疼咱，咱有决定这个决志，咱要对主无？主讲伊用永远无改变的疼来疼咱，咱的心互主来疼。主知咱的价值，咱愿意为主来出声，愿意为主来讲我是基督徒，愿意为主讲我要承担。过来是啥物？对，咱有仇敌。就要来攻击我们，就敢若亲像哈曼，咱身躯边有足侪安尼哈曼的，总是上帝应允讲，毋免惊，毋免惊。金句安怎讲？讲我的对敌，我的对敌活当心撤退跋倒吼，拢伫你的面前要安怎灭无？咱的这敌人，咱的甲咱暗算的，甲咱咧。计较的，甲咱设计遮的，因拢要伫主的手中。兄弟姊妹，对，上帝要保护咱，咱若是咱互人咧欺负咱的时阵，要保护咱。总是，咱有时会媳妇熬成婆呗。什么意思？终于有一天等到你，你就甲我较注意的。我做婆婆了，也是讲我即马掌权啊，我即马做你的上司啊，我就要压制你，都在我的怀里。干那只哈曼，做签普尔日做签，唔通袂记得有一个警告，你会当做签，总是代志要成就的是啥物人？是耶和华。所以当咱若是无注意，互人压制别人，咱无注意，咱互别人无公平、无公义的时阵，咱爱足注意的。尤其伫家族中间，毋通看人无，咱袂啦，咱袂对无？咱会看人有对无？对，但是咱若看人伤有嘛，毋对哦，对无？敢若看迄伤有的，相对迄较无遐尼有的，伊就无得到真好的待遇。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打咧警告咱的时阵，咱就爱真注意。无说常常讲圣经遮大本吼，实在是看袂透，对无吼？慢慢无要紧，但是爱记哩。上帝就是啥物一字啥物听，要安怎听？上帝就是听，就伊本圣经咧讲，上帝就是听，要安怎听？有一个程序哦，邀请大家伫过年中间，你也要做大细的决定的时阵，有一项代志，啥物是先会记哩袂？行公义、好灵敏、存谦卑的心，甲主同行。所以，当咱拄着一项代志要决定的时阵，这个是一个顺序哦。头一个，你有互相无公平、无公义无？你若是优先已经互相无公义，请你先处理这项。第二个，我拢无对人无好哦，总是就是有冲突哦。我会使做大声爱袂？最后做啥物？得理不饶人，还有呢，理直。咱毋通，咱有怜悯的心。过来啦，我拢有啊。三个是啥物？听听上帝安怎讲，谦卑。甲主同行，咱甲主行伫主的道路。当咱安尼做时阵，咱的冰山就融化，咱就真知影用真实彼此来相待，彼此来一个相听哈。应该无出来邀请大家伫今年过年中间，伫你的家族聚会中间，若有迄较尼卑微小可的人，伊可能失业，伊可能。这过去一年拢无好过，
伊可能拄着真济恶担当的代志，伊头随随，也是甚至伊无来家庭家族的聚会，咱刚好来关心伊，希望咱为伊来祈祷，互咱咧甲伊相拄的时阵，也是为伊祈祷，也是敲一个电话，也是甲伊赖一个时阵，互伊知影伊家己的价值。有一个少年的牧师去找一个老的牧师，因为伊足受伤的，伊做毋对的代志，伊感觉伊实在是足无价值啦，买好啊啦，伊去找老牧师，老牧师就毋是找刘牧师啦，是老的牧师吼，伊就去迄桌子抽屉，哇，乱七八糟啦吼，摕一粒，讲我即头石头无，你去迄个当铺啊，若当铺会当有一个金币安尼吼，一个金币吼，你若知影有一个金币吼，你嘛毋通卖伊哦吼，伊就去找哦，去问足侪当铺的。人讲你嘛开玩笑，你即个石头是要创啥啦？下咧边啊，拢下边啊，伊怎头水水的，转来讲老牧师歹势你这人我拢互笑呢吼。即个牧师讲来，老牧师讲来，你去同园市中华路49号迄间这个珠宝店，你去，遐有一个鉴定书，真正又摕了册来，哇！一个看讲来啦，因为过年底要到啊吼，我现金无遐尼济，你若足赶紧用吼，我用7个金币，甲你买。即个少年惊者，踹一个尔，赶紧摕走，转去甲老牧师讲，7个金币你要不要卖？这老牧师就是讲，兄弟啊，其实你的价值伫主的目睭前就是安尼。你的价值毋通互别人看衰，你的价值伫即位主的面前，才知影你的价值是。是即个少年的牧师开始思考，讲我做毋对代志，兄弟姊妹，咱敢捌做毋对代志？有一个少年人。伫几年前来找我，过完年了，大年初5过去了，讲团导，要安那？我对朋友去佚佗，除夕夜伫因厝会耍牌啊、18刀啊，咱拢会耍啥？麻雀哈，不代表他有玩，他是知道这样好不好？吼，迄舞叫有无？迄18刀啊，搁几支的啦吼。伫厝耍，咱拢讲除夕耍完就煞对无？一个囡仔竟然无煞，讲厝的无通耍，伊去倒位耍？伊去外口耍，甲伊的朋友去啊，找我来啊，我说，我签一个本票25万几，我已经袂记得正确金额，要安那？是不是做错事？我讲一定要甲恁爸母讲，我用拍死呢，你甲拍好死无？拢无人有啥？25万以上嘛。我讲咱来祈祷，但是你一定要悔改，这是错的。我讲你哪会去做这个代志？伊就讲，其实10赌9输，咱拢知对无？毋知的是啥物？输甲就耍，因为每一次他去下赌，每一次他就觉得有希望。其实赌博的人不是要赢哦，他要什么？希望。他不是要输了哈，但他要什么？希望。我讲你要悔改，因为咱知啥物是上歹改，赌甲啥物？酒啊，搁啥物？叫。你一定会搁还。我讲你爱忏悔。我一定爱甲恁爸爸妈妈。无你搁我一工时间，我祈祷看卖。我讲你一工你有25万哦，我都无啊，你敢有？恁敢要借伊？要借伊人，请你举手。过2工，搁来找我团导。迄个人去用掠去啊，因为伊安那创教大老千，所以伊本票嘛安那去用做。创教的人就是爱害人。兄弟姊妹，牧师毋是讲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跟随你，所以你就尽量去。这就在神迹奇事哦，
千万唔通连迄种红心少年讲无来算就好啊，咱是有节制啦，无迄个有节制的代志啦。少年你去互伊起崩了后，他那个心就花掉了哦。所以兄弟姊妹，过年中间，咱刚好会记得无输穿安尼啦。我超工穿安尼，我形象拢无起来，你知道？这网络上人拢看到我，我七条背啊。最主要的是讲，要互大家讲知，一生咱的是安那一个人不如意的事十之八九，是因为咱定定咧打，咱拢无做正确的决定。刚好互上帝来带领咱，因为伫即个不管伫历史中间，伫咱个人、咱家庭的历史中间，咱的主掌权，互咱做毋对代志，咱知影好悔改。嘛安那讲主啊，愿我会当活出你予我的新的性命，我参与伫主你咧做大的代志，小代志嘛无要紧，只要是主即马咧做，拢是美好的代志。这位主就是叫咱毋免惊，一世间足侪打，过年期间搁较侪。刚好人伫主的面前，请咱来起立，咱到阵来唱这首歌。若是有人会当来倒唱哦。风雨，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燕搁较向你，总是会平静。在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伊无压制。马山的灯火，伊无拍死，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赞，互咱人生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赞，互咱人生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赞，互咱人生会再起，毋免惊耶稣伫遮，毋免惊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赞，互咱人生会再起。兄弟姊妹，牧师来邀请咱大家，把咱的手插伫咱的胸前，亲像我安尼。你看到的是啥物？是毋是有足侪叉？当咱若感觉危险，打，也是咱感觉别人讲话刺插着咱感觉足受伤，咱感觉有人咧拍请咱，咱的手就举呢，准备要相拍。主啊，你知，阮手的举安尼，就是阮自我防卫。
主你知阮内心，毋是表演的。阮想起啥物？阮艰苦啥物？阮啼哭啥物？阮孤单啥物？主啊，你伫阮的中间，主伫咱的中间，伊要讲，我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你甲你的手握住你的膀臂，紧紧握住你的膀臂，这是主的手。你有感觉温度无？咱的主要来甲咱抱，咱毋免想要去甲人相拍，想要去甲人争，想要去攻击人。咱的主抱着咱，互咱到夜会听较稳定。咱若有失去亲人的，感觉真孤单，无人会当代替。是，主抱你，就亲像你即马手感受到的温度，就亲像即马你感觉有人抱你，这就对。是咱的主甲你讲，毋免惊，伊咧抱你，你毋是一个人。主，阮感谢你听阮，毋管阮做对还是做毋对，你拢听阮。你要互阮机会，面对迄个做毋对，阮来付出的代价，你教阮斗阵，面对斗阵处理。主，你也要保护阮，无互恶者来算账，无互恶者来设计攻击阮。你保护阮，你教阮伫底，因为阮的心真艰苦，阮心真孤单。主，阮知阮无过是一个人，是主你教阮伫底，你听阮就听阮到底，你的恩典真正大。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即时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无所不在，天父上帝，你是享受一切好物的，愿恶乐归伫你，直到永远。
主啊，伟大、权能、德性、恩慈，拢是属于你的。感谢俄罗主，阮的一生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因为你是阮的光甲光嘛。祈求主伫每一个日子内面，圣灵甲阮三角之地，互阮的灵命日日更新。阮要奉献阮的性命，伫一件事的顶悬，就是要将人带向上帝，将上帝分享予大家。阮要伫生活中尊主最大。活出基督的疼，这是阮诚心奉献主所赏赐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欢喜感纳。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嘛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报告，咱要优先来欢迎今仔头一遍伫咱中间。咱要欢迎先笑啦哈，笑子还是业务者的查某囝，甲伊的查某孙甲孙廖冠宇甲廖诗雨请起立，好，我们欢迎您。咱这边的欢迎的永远的欢迎哦，欢迎甲业务者，咱拢是一家人，请坐。下晡吼，咱嘛是业务者下个别礼拜请咱老婆会当来参加哈。另外咱要来欢迎一个搬来咱遮吼已经1年外桃园哦这位就是刘麦之先生，我们欢迎你，来欢迎你，欢迎加入嘉农教会江浙里桃园另外一个家哈，请坐咱另外要过来欢迎。简少群，伊是简国华弟兄的哥哥哦，哇，感谢主哈！另外伫咱昨举行咱朴文兄的个别礼拜因的遗嘱，要伫遮来感谢，谢谢来甲大家感谢，请起立，请好，博文兄也一鞠躬，好，谢谢。谢谢大家，昨天大家的参与，神祝福你们。咱淑清还有一位哦，我们的淑清姐，我们欢迎你，好，欢迎淑清姐，请坐。好，来咱过来哦，咱来报告哈，咱报告，咱来看，今仔日是新竹中会宣教主日，请大家来关心代祷加奉献。伫咱的手册是要伫2月5号，咱即天要开好会，所以咱今仔日爱截止，爱甲资料吼，咱相关的部长吼，即负责的同工，请今仔日一定伫4点以前来签名吼，因为咱爱即个印刷。有过年的期间，所以咱就紧急的哦吼，请大家爱注意这项代志。嘛，甲好会手册有关系，就是咱即天要来补选结束，嘛要来开好会，所以9点30敢若一场吼，即个第3场吼，由我所即马就是伫7楼吼，第3场嘛是迄天大家斗阵吼，咱要去33号来烧会伫楼骹有公布吼，咱会员的名册吼，请咱来注意哦，若是有出入的。伫2月3日以前，咱来小组长也是小会的书记，咱来提出。伫大年初一的后礼拜，今仔日咯吼，就是新春感恩礼拜吼，请咱伫9点30敢若一场礼拜吼，咱会当组织来伫即个所在。咱今年的开始的头一项代志，就是到倒位圣殿上帝圣殿来请谢对无？这是请谢礼拜哈，就是感谢个赞美咱的主哈，请咱9点30下礼拜这个同一时间9点30见哈。好，江南之声就是咱今晚拢有在听对吧哈？听这样是有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哈，伫今仔日下晡4点半线上哦直播哈，请大家来到参与哈，阁有甲这少年人鼓励哈。这已经有这个医疗哈，拄仔咱已经完成。嘛请要来推行，就是因为咱57年的时阵，咱迄阵奉献有咖啡有红酒有春吼，所以咱就是要来甲大家来分享哈
你若是今仔日楼骹有摆迄个摊位若是为着新春感恩奉献。伫楼骹500块就会送一个咖啡礼盒若1000块也会送一个红酒。咱要甲遮春的伫个真宝贵的时间内，我们赶快来食用，才不会又变成过期安尼就唔好所以咱请你若有计划要奉献新春会奉献，你就到楼骹，因为换完就无换完无讲我哪会无请咱伫楼骹若是即个宣告基金嘛有请咱注意这项代志。小年夜请咱斗阵来，咱是一家人你伫个除夕会当甲你厝的人，总是1月20这小年夜，咱斗阵来伫博宴，当然是你要已经有报名才会当来请咱斗阵11:30准时准时好无伫博宴有任何的即个状况，也是请甲小组长来联络伫咱专辑当中，咱要休困是1月20甲1月26，就是对拜5开始，甲后礼拜拜4咱的即个困歌是拄有1月21前后一天伊还阁有上班所以伊是1月21甲1月25才有阮牧者的电话甲咱的主任李章玉主任干事，所以你这电话会当甲翕起来。咱周报顶头嘛有，周报顶头嘛有若是伫过年中间有啥物代志，请你毋免客气，就敲电话互阮，安尼敢好好，来，咱要过一个平安年，总是咱伫过年中间会当，若有啥物代志，咱来联络。下晡咱所敬听的业务者咱真侪人真少念伊咱下晡咱请咱老婆是1:30。余佳琪伫嘛要姊妹因嘛要入厝伫美光街，请即个第甲伊共做的也是咱会当来甲伊斗欢喜。请咱来读今仔日金句，来读两遍，请。我会对着活灯心撤退跋倒，我伫你的面前灭亡。诗篇9章30，我会对着活灯撤退跋倒。拢伫你的面前灭无，诗篇9篇30。请咱做伙来吟圣诗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刷请牧师祝祷，请起立。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拯救的恩要临到伫恁，特别伫过年中间，恁要接触所有家族的内面的人，也未信主的拯救，要伫每一个也未信愿意信的人的中间，因为伊是爱人得到拯救的主，伊会听带来完全的医治，互人甲上帝和好。甲人甲家己来和好，嘛诚做咱生命中的支持，甲引带，因为有真侪重要的决定，大大小小，主恳求你来引带带领，亲爱信心诚做保惠师来保护保守，甲咱登去对遮登去到咱的厝，登去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是台湾每一个所在，也是伫主你所定着的所在。伫遐，阮要来见证主，你就是听。伫迄个所在，阮要活出一个光盐，属伫主你会行你的，互阮有你的十足的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
今仔咱的礼拜就到这，咱互相来请安。首先来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平安喜乐，大家平安。